月30日下午，美国维吾尔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举行活动，感谢美国国会议员在凯旋和执行美国为结束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而采取的措施。去年1月1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将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为主的穆斯林的广泛镇压描述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此后，美国通过了几项关于维吾尔人的重要法律。沙特当局似乎正准备将2名维吾尔穆斯林遣返中国，使他们面临任意拘留和酷刑的重大危险。沙特当局自2020年11月起，未经控罪或审判即将2人任意关押至今。在押的诺尔买媒体肉孜和宗教学者艾卜杜拉外利是在2020年2月抵达沙特阿拉伯进行朝圣活动。定居土耳其的女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影片，称这2人于2022年3月16日就可能引渡被转移到里雅得，然后被带回吉达的拘留所。3月20日，28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英提扎伊里哈姆宣布有意参加澳大利议会选举。他表示已准备挑战中国对澳大利亚、维吾尔人和世界的威胁。同一天，澳大利亚 ABC 新闻频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欧盟和中国领导人于周五举行2年来的首次峰会，在双方第23次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欧盟希望说服中国放弃对莫斯科的援助，以对抗西方的制裁。中国本身也担心欧洲国家跟进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立场，也呼吁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排除外部干扰。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巴特肯地区的马尔公村用9个月时间撤资350万美元建成了一所可容纳330名学生的学校。吉尔吉斯斯坦部长会议主席阿吉别克卡帕罗夫和正在对该国欧什市进行工作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阿里波夫在网上为学校揭牌。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五就自由贸易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以便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促进商业关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说，今天我们两国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因这项自由贸易协议而加强，它将大大改善经济合作，使两国公民受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宣布，从4月1日起运送的俄罗斯天然气将以卢布支付，并已向有关各方传达了有关新付款条件的官方信息。